据报道，维吾尔族作家和评论员亚鲁根肉孜已被中国判处15年徒刑。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发起了一场释放亚鲁根肉孜的签名运动。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主席阿卜杜基利里·卡拉开什先生强调，全世界所有东突厥散人都必须参加这一项活动，并强调像亚鲁根肉孜这样受人尊敬的人已被逮捕，并成为了中国种族灭绝和文化大屠杀的一部分。阿卜杜基利里先生强调，逮捕亚鲁根肉孜是没有法律依据。他说，在东突厥散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和监狱中的数百万维吾尔人中，有杰出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亚鲁根肉孜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之一。他是维吾尔族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和出版商。他一生致力于维吾尔族的科学发展。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写了许多文学评论、社会评论和历史研究文章，并在东突厥散发表了许多演讲。美国议员已致函特朗普政府，督促严厉制裁破坏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表示，由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鲁比欧领导的超过75名美国议员已致函国务卿蓬佩欧和财务部长马诺钦，督促美国政府以破坏维吾尔人的名义对中国政府实施制裁，并呼吁结束屠杀。鲁比欧在信中说，现在是美国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并称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国对维吾尔族的破坏做出回应，因为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故意破坏了维吾尔族的家庭、文化和宗教遗迹，并虐待了维吾尔族妇女。国会议员还呼吁美国政府及其盟国召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议，并任命一名特使对维吾尔教民的情况进行调查。土耳其私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已对中国称为抖音的网络社交软件的数据安全性进行了正式调查。根据阿纳托利亚通讯社的报道，该机构已经对隐私泄露问题进行了正式调查。隐私是最近在新闻界提到的有关照片、视频共享和通讯软件抖音的个人信息。抖音的数据违规如下：当手机关闭时，它仍会记录音频和视频，可以控制手机的摄像头和麦克风，可以将您所有文件下载到手机，保存您复制的每个内容，收集有关您使用的电话和所有硬件功能的信息，记录与网络相关的 IP 地址和 Wi-Fi 访问名称。该软件目前在土耳其拥有近3000万用户。美国国务卿蓬佩欧对中国在发生主权争端的南中海举行的军事演习做出了反应。另一方面，菲律宾警告中国，如果在南中海进行军事演习时侵略菲律宾领海，他将严厉报复。蓬佩欧在推特账户上发表声明说，中国在南中海的军事演习非常具有挑战性。越南早些时候宣布，中国在6月1日至6月5日进行的军事演习侵犯了其对群岛的主权，并且难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他说，如果在海军演习中侵犯菲律宾水域，我们将进行严厉报复。在两国边界紧张数周之后，印度总理莫迪昨天对中国边界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拉达克地区进行了意外访问。照片显示，莫迪身穿军服，并在拉达克尼莫的一个基地与部队见面。总参谋部长拉瓦特将军和陆军参谋长陪同。自上月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冲突爆发以来，紧张局势加剧。上月在边界发生冲突，并有20名印度士兵丧生。